尼西亚圣经，阮信独一全能的爸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有看见无看见，万物的主。阮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伊伫一切的世代以前，对爸生的，对上帝出的上帝，对光出的光，对真神出的真神，是生的，毋是受造的。甲爸同质同体，万物对伊来创造。伊为着咱人，甲为着咱的拯救，对天降临，对圣神借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成做人，伫本丢比亚岛任内，为咱顶十字架受难埋葬。照圣经所记载，第三日搁活上天，现在坐伫爸的正边，伊要伫阳光再临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伊的国无穷无尽。阮信赏赐活命的主圣神，对爸甲囝出，甲爸囝同受敬拜，同受荣光。伊捌托先知讲话。阮信一个圣、公同、属道的教会。阮个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。阮期望世人搁活来世活命。阿面。